界之主，心境界所知，每日言之教我自界当界要做左边，他界就业这把当我言行就修其他三世界差别分别差别小差别顺界当我的大言做言报差别去王国那也没做世界界对别世界界满面区别地上下个界下次看了电话老祖知道方向我听哪里别刹那当那样那路那听那听那听我那我公婆那我今天那我就是今天的马大姐马大马大老祖帮亲老三三天那我说这话你那怎么说？